醫保在手，養老無憂，最齊中山醫保福利同收費攻略。近年來越嚟越多香港朋友上嚟中山定居養老，舒舒服服享受慢生活同美食。不過大家最心大心細嘅通常都係喺內地睇醫生貴唔貴㗎？我哋香港人喺中山有冇得買醫保？答案係絕對可以，而且福利仲好到你唔信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下中山醫保對香港人嘅三大好處，同埋2026年最新嘅收費標準。點解香港人一定要辦中山醫保？一、報銷比例高，唔使再驚睇病貴，只要買咗中山城鄉居民醫保，無論係平時傷風感冒睇門診，定係大病住院，通通都有得報銷。睇門診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睇病，報銷比例最高可以去到50%至80%。住醫院符合規定嘅住院費，報銷比例通常都有60%以上。如果有大病，仲有額外保障添。二、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開咗啦，好似中山市人民醫院呢啲大院，已經設有專門服務中心，有埋港式全科醫生睇診。最正係而家有埋港藥通，喺中山都用到同香港同步嘅進口藥，唔使特登坐車返香港攞藥。三、雙重保障，醫療券加內地醫保。而家中山已經有醫院，例如市人民醫院、陳星海醫院，可以用埋香港長者醫療券，夾埋內地醫保一齊用，小病報銷，大病補貼，保住大家個退休金袋口，唔使俾醫藥費掏空。計返條數，每年只需要809蚊，平均每日都係2個幾銀錢，買個安心，真係抵到爛。點樣搞？3步搞掂。帶齊嘢，香港身份證、回鄉證、港澳居民居住證、內地銀行卡。去邊搞？去你住嗰區嘅鎮街醫保窗口，例如石岐、五桂山呢啲。手機交費，登記完之後，喺微信小程序粵稅通或者粵醒視撳幾下就交到錢，超方便。喺中山生活，買份醫保唔單止係對自己好，仲係等香港嘅仔女放心。如果你對辦理醫保有任何唔明，或者想知邊個屋苑近大醫院又近商場，隨時揾Leo傾下。